珠海零距離啊！珠海一半嘅價位喺呢度買到精裝3房單位啊，而且首期6皮嘢，月供4000零蚊，買得呢度享受珠海所有嘅配套。102平方做咗3房2廳2衛，呢個回禮中規中矩噶。呢度嘅裝修較標準嘅咧，大約1800一平方噶。喺珠海一半嘅價位，可以喺呢度全款買地精裝單位噶啦，又可以享受我哋珠海配套喎。隔離咧就係我哋嘅珠海明珠站啦，你想去邊度遊玩咧都超級方便，亦有我哋嘅碧螺旋海鮮樓啦。中意食嘢嘅街坊咧就享受到非常之圓滿啦。嗱，呢度咧無論你話想去到我哋平時去嘅上沖3號會員店，揸車大約1個字嘅時間，樓下亦有樓巴直接翻到香港荃灣太子噶。自己揸車行我哋嘅坦洲快線，大約3個字嘅時間咧就可以到達翻到我哋嘅港珠澳大橋以及於拱北關口。精裝現樓首期6皮嘢，月供4000零蚊就可以喺呢度買到精裝現樓啦。嗱，感興趣嘅街坊私我啊，我發詳細資料俾你，我哋下期再見。